针对这个案件，行政院长陈建仁已经请卫福部爱加强社工的能力，而且嘛讲要求爱增加人力来解决社工卡手无够的问题。卫福部是打算伫这个拜五要召开专案会议，做一个检讨。也那台北市的社工工会伫早暗因就发出声明，质疑检调办案，甲姓陈的社工扣手铐，讲这是违反比例原则。而且伊嘛批评儿童福利联盟开记者会，甲责任拢撒互基层的社工。另外，阁有质疑卫福部讲，这款囡仔互苦毒重大事件，照规定是1个月内就要完成报告，为什么政府是等到新闻出来才来处理？这是查某囡仔和合格年母虐待教师，对此行政院长陈建仁到立法院质询时讲，对这件案件感觉真伤心，甚至真生气。认为这个社工的敏感度不高，同时发现问题无汇报。为什么访视的社工发现孩子明明有状况了，可是却没有积极的去通报主管机关？先请这个卫福部呢来加强跟这个台北市政府这边联系然后来了解呢这个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发生。立委希望政府赶紧改善社工长期以来新世界加欠人的问题。社工缺人。低薪、流动率高，而且在访视的时候呢，他并没有公权力。就是说，如果保姆不让他去看，他也没办法看。我也很痛心，然后难过，而且对，甚至也很愤怒了。我们也补助了这一个各县市政府呢蛮多的这个社工的人员，但是这些人员在训练上是需要再加强的地方。资深社工讲，等待受作用的囡仔是高风险的个案，若是人有够爱定定去甲伊看。社工伫咧访视时阵，爱注意囡仔的外观情绪，甲年母的依附关系是毋是稳定，也要注意伊的发展样态是毋是符合伊即马即个年纪应该有的发展模式。岁以下跟全日型的收托本来就是风险比较高的，加上他这个孩子又是一个特殊的对象，可能就是你1个月要去到2次以上的，确定他收托稳定的时候，你才可以回到你1个月一次。不是说我们要去把他每一次去突然就把孩子脱光了检查，我们也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卫生部长施水元12主持会议，讨论受作用的制度、国家托育、幼儿安置资源，提出6点改善措施，包括作用的必要性。关注政府甲媒合机构密切合作，强化年母的监督甲管理，加强访员的敏感度，也个结合幼儿专职医师，关心1岁3岁囡仔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